大家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是中秋，大家拢会赏月、食月饼、八文旦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八，读八的八，第四条八柚仔皮这字八。台语字典解说八意思就是用手指头啊，甲物件二开、八开，咱讲是八开。像讲八柚仔、八柑仔。另外，这个八嘛有天金的意思，像讲目睭天开，会当讲是目睭八互开，或者是讲目睭八互金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八金，意思是讲目睭天开；第二个词读做八百，意思就是内心烦恼超烦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现代真侪少年家啊，烦恼生囝会坐囝坐八百，目睭一个八金，就爱烦恼囡仔敢有食饱，莫怪唔敢生囝。需要政府想看敢有更加侪鼓励办法，鼓励大家囡仔加生贵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八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